由台南市议长郭信良等人提案，台南市公用天然气新增管理治理条例草案公听会，29号上午伫议会干报室来举行，由议会法规委员会召集人蔡淑慧主持，包括议长郭信良、提案人严爱达理、陈义珍、甲议员洪玉峰、柯志春以及产官学甲民间的代表拢共同出席，并且由提案人来说明提案的用意。为了确保市民以及企业能够向本市辖内的这个公用天然气事业升装天然气流程顺利，工程费用合理、公平，而且增加干净能源天然气的普及率，所以就拟具了这一个草案，一共有13条。那在时间的关系，我们当然希望说，根据各条的内容，能够透过各位先进共同来交流。其实公开透明在现在的社会是非常重要哈，所以怎么样一个公开透明，然后一个合理的、公平的一个价格，我想这个对市民很重要，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个立法的这个想法哈，所以我们才会提出这样子的自治条例。会中学者专家包括环境工程系教授林正林、中油公司天然气加大台南、新南天然气的代表拢认为，虽然地方的治理条例是依照中央的天然气事业法理来，有一寡细节是会用的讨论，不过嘛袂用的来违反无法。我们就仿佛要把中央主管机关的权限拉到我们地方主管这边来做，这边是个人比较有疑虑的地方，因为整个经营查核这一块的很多专业技术，还有一些资讯的分析，都是要由中央主管机关根据各县市所有的天然气业者的经营的现况去做比对所以如果目前这个自治条例这一块就跟我们天然气事业法的本法有些地方就是不是那么的契合所以这是我个人提出的第一个疑虑就算中央设立天然气的事业法，甲公用天然气事业用户的管线设备、装置的计费准则。不过，议长郭信良甲议员柯志春拢认为，各县市的标准还是无同。希望这次的修正了以后，那么台南市议会订定的标准是符合民众所期待的一个自治条例，也让市政府有依法可循。那如果业者呢，那么要一个法子，业者说我这得较歹谈，所以我不爱去做，好，那你不要做，我市政府就连续处罚，一处罚，罚到你业者来做。你就别当我这个伤平乱，所以我就不爱去做。或者讲我叫你那报价期间内底，你外国要报价，外国要来施工，你满血快在，我们可以充分的一些时间让你来诉讼，但是不能够不来做。我们就定好了，大家就遵循这个规则来这样处理的话，台南市民是所比较期待的一种方式和法律。这是我们台湾的天然气的垄断。所以你用法治的母法来抵制，来保护他，说业者因为贪爱敢保护爱人者，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大家分地盘？所以我们要来分。我想这个部分我们都是要思考的问题离市府官员包括经发、公务甲法制等单位嘛拢列席。虽然天然气的主管单位是属经发局，不过管线的代设主管是属公务。经过产官学的意见交流甲检讨，议会嘛希望市府的法制会用的共同来拟定，和台南市公用天然气的新增管理治理条例草案会用的更加来完善。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